来看云林岛南去年的8月，一个33岁姓杜的查甫人伫厝内放火，造成爸爸、小弟，佮有爸爸同居人的查某囝死亡。昨云林地方法院一审是判伊无期徒刑，这爸爸的同居人是无法度接受。云林地检署嘛表示讲，收到判决了后，才看敢搁要上诉。 去年8月，云林岛南发生3个人死亡的火烧案，头路无稳定的33岁姓杜的男性，甲老爸同居人姓刘的妇人人，因为钱项的问题起冲突，伫咧厝内点酒精果放火，了后随走去。大火造成爸爸、弟弟甲姓刘的妇人人的查某囝3个人死亡。云林地方法院国民法官法庭12月19下晡宣判，姓杜的男性，互人判无期徒刑，替代公权一世人。 宪判制的这个意旨之下哈，其实必须要讨论是不是符合最严重的罪行啊哈。那只是在这个检察官的举证上面哈，可能没有办法让国民法官法庭认为认为已经有成身到这个直接故意哈。 云林地方法院表示，这案国民法官法庭经过充分的讨论，毋过无加判死刑，是照大法官宪法法庭113年宪判例第8号判决的要求，必须是上严重的罪才会当考虑。加上检察官证据无够，互国民法官法庭无法度认定是直接故意，所以无法度加判死刑。就为什么不是死刑啊？为什么还是无期徒刑还是会出来，不是吗？本署将在收到本案判决之后。 看本案的事实认定有没有问题，再决定是否要提起上诉。针对法院判决出来，姓刘的妇人人表示无期徒刑，要是会放出来，其他的无想要搁再讲。也若云林地检署是讲，这个火烧案造成3个人死亡，甲被告判死刑、无期徒刑，会等受到判决了后，才研究敢要搁提起上诉。记者综合报道。